萬曆8年嗰場冬雪落得特別大，紛紛揚揚嘅鵝毛大雪將成個紫禁城冚得實一實，似乎亦短暫咁掩蓋住大明王朝千瘡百孔嘅疲態。天氣實在太凍啦，凍到連規矩森嚴嘅萬曆皇帝都動咗惻隱之心，特登傳下口諭，真准文武百官停朝一日。喺嗰個寒風刺骨嘅清晨，啲官員可能都喺自家嘅暖爐邊享受住難得嘅清閒。咁大個皇城，靜到淨係聽得見落雪嘅聲。但係就喺呢個空無一人嘅風雪之中，佢慢慢行嚟一個孤獨嘅身影。嗰個係一個年過半百嘅老人家，着住厚重嘅官服，頂住漫天嘅狂風，一步一個腳印，行得蹣跚，但又冇比堅定咁向住太和殿行去。嗰個就係大明內閣首輔張居正。冇人要求佢哋滿朝文武都抖緊，可佢偏偏唔抖。或者喺佢心入面，呢個大明江山就好似一間搖搖欲墜、流緊水嘅爛屋，其他人都可以匿埋避下難，唯獨佢呢個死死撐住條橫梁嘅人，連唞啖氣嘅功夫都唔敢有。佢一幕曾經深深咁感動咗年輕嘅萬曆皇帝，亦都俾幾百年後嘅留低咗一個孤勇到極點嘅背影。喺嗰場漫天風雪入面，佢大概真係以為只要自己搏盡最後一口氣，就可以護住天下蒼生，亦可以護住自己一家大細。但係命運啊，總係中意喺人最篤定嘅時候開一個極其殘忍嘅玩笑。短短2年之後，萬曆10年57歲嘅張居正積勞成疾，喺耗盡咗最後一滴心血之後，永遠咁合埋咗雙眼。佢本來以為自己用條命換翻嚟嘅太平盛世可以保得住張家世代安穩，但佢點都估唔到人心遠比萬曆8年嗰場冬雪更加冰冷。就喺佢合埋眼之後嘅第4日，短短4日啊，屍骨未寒，茶都未攤凍，嗰場針對佢嘅清雪就鋪天蓋地咁殺埋嚟，冇遲疑冇念舊，一切快得就好似一場蓄謀已久嘅圍獵。嗰把曾經被佢悉心打磨用嚟剔除國家富裕嘅尖刀，竟然喺落入別人手之後，第一刀就狠狠咁向佢嘅老婆細路曾經受盡恩寵嘅荊州張家大門被貼上咗冰冷嘅封條。呢張封條唔係用嚟查抄家產嘅，而係用嚟斷絕生路嘅。全家老弱婦孺被活生生咁鎖喺嗰個高牆大院入面，叫天不應，曉地不聞。各位老友，嗰啲可係幫大明朝續命足足70年嘅大功臣嘅家眷啊，平時居水馬龍嘅府邸，轉眼變成咗一座人間地獄。門外係森嚴嘅鐵甲守衛，門內係哀號嘅無辜細路，冇人敢去送一啖水，亦冇人敢去第一啖糧。10幾日之後，當大門再次被推開嗰陣，個院入面橫七豎八咁瞓住17具餓死嘅屍體。佢哋犯咗咩死罪咩？冇，佢哋只係姓張，張居正最睇重嘅大仔，嗰個曾經被寄予厚望嘅後生仔，喺絕望之中咬破咗手指，寫下字字泣血嘅喊冤書，然後吊頸自盡，去揾佢嗰個喺九泉之下仲乜都唔知嘅老豆啦。甚至乎就連長眠地下嘅張居正本人都爭啲避開官祿事。嗰個佢手把手交代喺佢無書上朝嗰陣曾經心痛不已嘅皇帝，毫不留情咁褫奪咗佢生前所有嘅榮耀，生前風光無限，死後滿門抄斬。呢種由雲端跌落嚟，只嘅痛楚，大概只有活到咗一定年紀，睇透咗世態炎涼嘅人，先至可以真正品味出其中嘅刺骨寒意。夜深人靜嘅時候，我哋再去回望嗰段歷史，往往會忍唔住嘆息：係邊個話天道酬勤？係邊個話好人一定有好報？張居正用盡到一生嘅力氣，將一個瀕死嘅大明王朝由懸崖邊硬生生咁拉翻轉頭。但當佢自己一家大細跌入萬丈深淵嗰陣，呢個爺大嘅天下，竟然冇一個人可以掹佢哋一把。滿天風雪送一人，最後送走嘅，不過係一場人走茶涼嘅黃粱大夢。結果世間最令人無奈嘅，或者根本唔係咩朝代更迭，而係無論你幾偉大，喺浩浩蕩蕩嘅時代洪流同埋深不可測嘅人生面前，最終都只能夠係一粒微不足道嘅微塵。到底係咩將一個本來應該鮮衣怒馬嘅讀書人，逼成咗一個手握重權、至死方休嘅孤臣？當我哋順住歷史嘅脈絡往回揾，將時針撥翻去，佢仲係一個無名小卒嘅早年，你會發現喺張居正人生嘅底色入面，
其實並冇咁多自過濾性嘅宏大敘事，嗰入面藏住嘅只係一個底層家庭嘅血淚，同一世人嘅憋氣同委屈。強居正嘅阿爺叫做張震，聽落個名好似好威武，其實亦即係遼王府入面嘅一個細護衛。講白啲就係個幫人開門口嘅底層人，拎住少少微薄嘅人工，照晚捱生捱死咁養活一家大細。老人家做咗一世人，低眉順眼，見人就笑，從來唔敢得罪半個權貴。佢呢一世人最大嘅盼頭，亦係最大嘅驕傲，就係屋企出咗個神童孫張伯圭，亦即係後來嘅張居正。12歲中秀才，16歲中舉人，喺當時嘅江陵縣。呢樣嘢對於一個窮酸嘅護衛家庭嚟講，直頭係祖墳冒青煙、光宗耀祖嘅大喜事。一家人歡天喜地，以為苦日子終於捱到頭，以為命運從此就可以翻篇啦。點知啊，個天俾普通人派糖嘅時候，往往連住一把帶血嘅刀仔。喺呢個世道冇權勢戶，有嘅底層人一旦太過耀眼，往往等嚟嘅唔係鮮花，而係權貴們嘅嫉妒同忌憚。新紮着嘅遼王望住自己府入面一個連隻眼都唔配有嘅下人，屋企竟然出咗個名滿天下嘅奇才，心入面好唔痛快。呢種高高在上嘅傲慢同嫉妒，喺當時嘅社會入面係可以輕易殺死人嘅。有一日遼王設宴，特登將張震叫咗過去。你諗下啦，平時喺王府入面默默無聞嘅細護衛，太言卑，主子自然個從惶恐嗰從受寵若驚。老人家大概係換上咗屋企最企理嘅一件舊衫，誠惶誠恐咁去咗主子賜嘅酒，就算再毒佢都要陪住笑臉飲落去。結果呢，食完呢餐飯返到屋企冇耐，老人家就毒發身亡啦。一條鮮活嘅人命，一個屋企嘅頂梁柱，就咁不明不白咁冇咗。面對自身嘅暴斃，如果而家嘅我哋，就算斬窩埋鐵，豁出條命都要去討個說法啩。但係讓家人冇，唔係唔想，係唔敢。喺嗰個權大雜死人嘅年代，一個王爺要踩死一個細護衛，就同踩死路邊嘅一紙螞蟻一樣咁簡單，連聲都唔會有去報官。官府同王府根本就係着同一條褲嘅，去喊于，只怕啱啱一開口，一家大細嘅命都要搭埋入去。呢個就係普通人最深嘅悲哀。喺一個龐大嘅冷冰冰嘅權力機器面前，你連大聲喊嘅資格都冇。嗰場白事辦得極其草率同沉默，好聲嘶力竭嘅痛哭，全家人死死諗住把口，將呢啖沾住血嘅牙和住眼淚，硬生生吞落肚心噃，流出一絲怨恨嘅嘆息，以嚟更大嘅殺身之禍。你估下16歲嘅張居正當時係企喺邊度望住呢一切嘅？嗰個曾經意氣風發、滿腦子都係聖賢書嘅熱血少年，希望住阿爺發黑嘅嘴唇同僵硬嘅屍骨鼻匆匆掩埋嗰一刻，佢嘅世界徹底崩塌啦。書本入面教佢人義禮智信，教佢天地有正氣，但現實卻明明白白咁掛咗佢一極響亮嘅耳光。佢終於睇清咗人世間嘅殘酷真相。原來文章寫得再好，都擋唔住權貴杯入面嘅一滴毒酒。原來冇權力嘅護佑，普通人嘅尊嚴同性命連條草都不如。後世嘅人總係話張居正喺官場上步步為營，成咗權傾朝野嘅首輔。有人鬧佢貪戀權勢，有人話佢心機深沉，但係邊個可以明白嗰個被權力逼到埋牆角嘅少年心入面到底藏住幾大嘅恐懼？佢搏晒命咁往上爬，忍辱負重，甚至係負過嗰啲佢曾經最睇唔起嘅權謀算計，唔係為咗貪圖榮華富貴，唔係為咗耀武揚威，佢只係驚到極點。佢怕悲劇重演，怕屋企人再次被人好似螞蟻咁踩死。到金剛手段，你攞咩去行菩薩心腸？佢必須成為嗰個制定規則嘅人，必須企到權力嘅最高峰，先可以將屋企人實一實咁護喺身後。越細諗諗，呢個機似我哋在座嘅好多老友啊，半世人喺外邊捱生捱死，忍氣吞聲，同老闆陪少年，吞下嗰啲唔公平嘅委屈，受咗幾大嘅難，返到屋企都要裝作若無其事，為嘅係咩？唔通唔係為咗唔好令屋企人跟住受苦？為咗俾仔女撐起一把可以遮風擋雨嘅啫咩？張居正個把遮扯得太大啦，大到後來裝下咗成個大明王朝。但佢心底最深嘅執念，嗰個資產佢喺無數個寒夜入面咬緊牙關前行嘅動力，或者始終都係多年前嗰個連一句公道話都討唔翻嚟嘅瑟瑟發抖嘅江陵佬嘅。只可惜佢算準咗自己可以爬上巔峰，卻冇算準
就算企得再高，風望依然殘忍。終於佢捱到咗嗰一步。萬曆初年，張居正成咗大明王朝真正嘅掌舵人。嗰個曾經喺江陵老家連大聲喊都唔敢嘅單薄少年，如今終於手握重權，成咗可以一言九鼎嘅當朝首輔。佢望住滿目瘡痍、國庫空虛嘅大明江山，就好似望住一個病入膏肓嘅老人嘅。佢知要落重藥，要動大刀啦。佢雷厲風行咁推行新政，丈量土地整到你智能生生咁喺嗰啲貪官污吏、皇親國戚嘅口入面，將老百姓嘅活命糧話翻出嚟。眼睇住國庫豐盈咗，邊疆安定咗，呢個破破爛爛嘅大明朝，竟然真係硬挺住順翻啖氣。但係就喺佢為咗天下蒼生，朝晚捱盡心血嘅時候，幸運嘅刀仔有一次毫無預兆咁向佢最柔軟嘅心窩。萬曆5年，一封800里加急嘅家書送到咗京城，信上嘅字跡重若千鈞。老父將文明喺江陵老家病逝，領住嗰封家書，一向泰山崩於前儀式不變嘅首輔大人，手震到連薄薄嘅信紙都揸唔住。按照老祖宗傳落嚟嘅規矩，父母過身，無論做緊幾大嘅官，都必須立刻放低手上嘅一切，返鄉下守孝27個月，呢個叫做丁憂。反定係唔反？呢個成咗一個可以將人活生生撕裂嘅死結。按理講，佢係應該返去嘅。當年佢私家上京，一走就係大半世，欠老父嘅陪伴太多太多啦。如今阿爸走咗做人仔女嘅，點可以唔去靈前合個頭，訂個桑盤？但係佢走得咩？小皇帝萬曆當時先10幾歲，朝堂上嗰啲被新政喐咗奶酪嘅權貴正虎視眈眈。佢只要前腳一走，後腳佢苦心經營嘅改革就會全面崩盤。大明王朝好唔容易儲落嘅小小底子，頃刻間就會付諸東流。為咗天下人嘅父母有啖飯食，佢只能夠狠下心虧欠自己嘅阿爸。喺小皇帝嘅挽留之下，佢做出咗一個令天下讀書人卓住隻涼骨探買嘅決定，絕情佢唔返去啦。佢着住喪服，留喺首輔嘅位上，繼續處理國家大事。老麻子誅心，平時嗰啲一早就睇佢唔順眼嘅政敵，終於揾到最冠冕堂皇嘅藉口。佢哋就好似聞到血腥味嘅狼群咁咯。就叔好似雪花咁飛入皇宮，佢哋鬧佢貪戀權貴，鬧佢數典忘祖，鬧佢係個連親爹死咗都唔返去嘅無情禽獸。嗰啲平時滿口仁義道德嘅文人，墨客用世上最惡毒嘅詞彙，將佢嘅尊嚴摸得一絲不掛，填對滿朝文武嘅千夫所指。張居正冇辯解，亦冇退縮，佢只係喺空蕩蕩嘅內閣大殿入面留低咗一句悲涼至極嘅說話：公我罪我，其為春秋。你哋鬧我啦，定我嘅罪啦，呢一切就留俾後世嘅歷史去評判啦。各位老友，我哋呢一代人大半世都喺度為咗生計奔波，邊個心入面早試過1、2次忠孝難兩全嘅錐心之痛呢？有幾多人因為喺外邊打拼，因為身上供住一家大細嘅飯碗，趕唔切見老父母最後一面？其他人睇你西裝筆挺，睇你冷靜理智，覺得你係個鐵石心腸嘅體面人。但之後你自己知，喺無數個野心人靜嘅時候，嗰種子欲養而親不待嘅愧疚係點樣好似毒蛇咁啃噬住你個心。日間嘅張居正係大明首輔，着住朝服冷酷緊，冷咁對付住全天下嘅明槍暗箭。可到咗深夜，除低一身官服，佢又算係咩呢？佢只係一個冇咗老豆嘅仔呀。史書上冇記載嗰啲黑夜，佢係點樣捱過嚟嘅？但我總覺得喺萬曆5年嗰啲寂寥嘅深夜入面，喺四下無人嘅首輔書房中，呢個53歲、頭髮已經花白嘅老人家，一定會將門窗閂得實一實，然後佢會向住南方，向住湖北江陵嘅方向，重重金龜喺冰冷嘅青磚上，佢唔敢喊出聲，只能夠將個頭深深咁埋喺地下，任憑老淚縱橫。強心口嘅衣襟濕透，佢幾想返到老家，喺阿爸嘅棺木前痛痛快快咁喊一場，但佢唔可以。佢將一生中最乾淨嘅初心獻俾咗大明，將最堅硬嘅鎧甲留俾咗政敵，卻將最殘忍嘅辜負留俾咗生養自己嘅老豆。呢條路太孤獨啦，荊棘叢生，滿地泥濘，冇人體諒佢，佢只能夠一個人
吞落所有嘅血水同委屈，咬碎咗牙繼續向前走，就咁硬撐住張居正將大明王朝呢隻快要沉沒嘅爛船硬生生咁修補好啦。國庫入面有咗錢，天君唔再告急，老百姓亦終於可以唞啖安樂氣。佢以為只要自己將天下治理得海難河清，只要自己毫無保留咁將嗰個10歲登基嘅小皇帝府做成一代明君，佢嘅家族佢嘅一腔心血就可以得到妥善嘅安放。佢將萬曆皇帝當成自己嘅親生仔一樣去教導，甚至比對親生仔仲要嚴苛。小皇帝讀書時讀錯一個字，佢呢個做老師嘅可以當住滿朝文武嘅面厲聲呵斥，嚇到小皇帝渾身發震。小皇帝想幫阿媽搞個似樣啲嘅生日宴，佢眉頭一皺，話個富家娘硬係將預算冚得七零八落。佢好似一個最古板、最焦慮嘅老豆，生怕呢個細路行錯一步，染上一點毛疾。佢恨不得將自己腦入面嘅治國理政一字不漏咁敲入萬曆嘅腦度。佢太想塑造一個完美嘅聖君啦，太想令大明王朝嘅基業千秋萬代啦。但係佢讀透咗四書五經，算盡咗天下錢糧，佢唯獨冇算透嗰最幽暗、最難測嘅人心。佢唔記得咗人性係最經唔起極致打壓嘅。一條彈弓你壓得越狠，反彈嘅時候就越係可以攞人命。萬曆皇帝一日一日咁長大，嗰個曾經對佢敬畏有加嘅細路，心入面嗰粒名叫恐懼嘅蟲子，一早就靜靜雞長成咗名叫怨恨嘅參天大樹。喺萬曆嘅眼中，張居正唔再係嗰個風雪中護住佢嘅長輩，而係一座壓到佢唞唔到氣嘅大山，係一個令佢連想賜個宮女都要睇面色嘅權臣。所以當57歲嘅張居正終於捱乾咗最後一滴血，合埋雙眼嗰一刻，萬曆皇帝感覺到嘅唔係如梭下筆嘅悲痛，而係一種如釋重負嘅狂喜。嗰座壓喺頭頂嘅大山終於塌啦。短短4日，張居正屍骨未寒，萬曆皇帝嘅清算就好似暴風驟雨咁抌落嚟。拖噶述職和死家叫做出口逼死長子，皇帝落手嘅狠毒，邊度係喺度懲罰一個貪官？嗰份命係一個被壓抑咗青春期嘅細路，對住嗰個掌控咗佢杯生自由嘅嚴父，進行緊最歇斯底里嘅報復。呢個世間最刺骨嘅心寒，莫過於你攞命去疼愛一世人去托舉嘅人，最後卻親手遞上一杯毒酒，你傾盡所有養大嘅乖仔，最終成咗抄毀你全家嘅嗰把鈍刀。好多聽故事嘅老友聽到呢度，往往會忍唔住長嘆一口氣，係我哋呢世人有幾多人亦曾經喺仔女身上嘗過呢種唔被理解嘅苦澀。我哋為咗細路掏心掏肺，慳食慳用，替佢哋謀劃前程。佢哋食虧，怕佢哋行冤枉路，但有時管得嚴咗，操心多咗玩嚟嘅，卻係細路嘅唔耐煩，甚至係一重又一重嘅隔膜。你將個心都捧晒俾佢，佢卻嫌你嘅血整污糟咗個指手。呢種付出同回報嘅錯位，呢種被至親之人結傷嘅無奈，大概係人世間最難吞落去嘅一啖黃連。咁翻到歷史嘅深處，張居正到底圖啲咩呢？以佢個天下第一等聰明嘅頭腦，佢難道真係唔知自己大刀闊斧嘅改革得罪咗全天下嘅權貴？難道真係預料唔到自己死後必然會遭到瘋狂嘅反嗎？佢點會唔知呢？海瑞評價佢工於謀國，主於謀身，佢太識得為國家精打細算啦，台準都唔識得為自己留一條後路。其實佢唔係唔識，佢只係揀咗佢哋最難行嘅路。佢之前方係埋着深淵，但佢依然懷取住一顆滾燙嘅心，義無反顧咁跳咗落去。佢用自己一家大細嘅悲劇，反嚟咗大明王朝足足70年嘅萬曆中興。嗰個係佢留俾歲月嘅答案，亦係佢作為一個讀書人對天下蒼生最深沉嘅交代。我哋普通人冇佢咁大嘅本事去改變歷史，亦冇咁宏大嘅使命去拯救天下。我哋勞勞碌碌一世，無非就係為咗護住身邊嗰3-5個人，為咗柴起屬於自己嘅嗰一個細小嘅㗎。或者我哋傾盡一生嘅付出，最終都冇辦法揾嚟一個十全十美嘅結局。或者我哋半生操勞，到頭嚟都免唔到要面對人走茶涼嘅落寞，亦要吞落唔被仔女理解嘅委屈。但估又點樣呢？佢好似張居正一樣，結果點樣，有時並唔由我哋話事。
但只要我哋喺呢條名叫人生嘅路上面，實實在在咁拼搏過，毫無保留咁付出過，對得住頭頂嘅青天，對得住自己嘅良心，咁就足夠啦。嗰啲你為家人遮過嘅風，擋過嘅雨，就係你呢一世人身上最閃亮嘅勳章。野心啦，今日嘅故事，我哋就講到呢度。人生海海，山山而川，過去嘅委屈就由得佢隨風散啦。心入面嘅遺憾，亦都應該試下放低。盡人事，聽天命，問心無愧，就係呢一生最大嘅圓滿。好好瞓一覺啦，如你今晚可以發一個安穩踏實嘅好夢。